第四大部分，生活的规律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是多无，生活的是多切准，生活的注意力对来说对意义是人意义，对来说世界对世界是人世界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说的也很多人，以感恩譬如啊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是以前的用，这个用的譬如呢？三千世界是无量无尽无边的，那么这里有把我们数水开始，那么由于在上面讲过三千世界，这意义呢，更加细腻，更加我们来有所的启示，所以说这个意义还有这，还有这，真正，所以说讲许多这些，但是好像明天。先表示提供注意力对来说有意义，是有意义；对来说世界对世界是有世界。那么，以咱这个信息，咱这个信息呢，咱这个大的这个提供世界，拢是一个因缘无限。因为咱在医科迄阵，咱的三部讲书开宗明义来讲，咱讲这个辛苦是叫做树来结合。有水、有火、有风，那么这水、火、风是因缘无限的事。这个信息是有经过的，是以前的。那么咱的主性是由上天所感，这叫做经验。啊，咱讲是天，啊是业，这叫做经验。在这人所行出的一切的相。以我而相处，以我而相处，所以人生那么三欲啊，三欲有些人生，但是世上难免的罪。咱若你无爱办，这个事情都不该来办，都不该来办。这个世界无关于修行哦，都不该来办。以前来举例来讲，咱来这个地方，以前来的是咱来的。中年期，你现在中年期，你的是对上年期、7年期，那么1年中年期，你来1看老年期，中间这些有规划。啊，所以来讲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意义，伊是一个因缘无限。那么咱来看，了解这些因缘无限是什么？这个才是这个意义。这个修行法门，咱会当了解修行法门的属性。咱的心在里面，在修法对，在材料是有过程啊。所以信心在这世界是因缘无限，终极也非凡。所以我在讲公益以上创造意义啊，对于在地方面来讲，公凡所有上，但是讲所有一切只要是修。
这个叫做虚名，这个经验细啊，包括咱这个实习，这个叫做虚名。咱这个细啊，在几年前有离婚啦，是不是？几年后咱是这个细，可能还讲数百年后这个细，啊，这个就是人生里面的包括这个细啊，伊是经过营养这块，需要时间。跟这个空间，这个
分量有成绩的，那么了后面咱的心情是到达这个，那么心情是到达这个，各位姐咱体会，咱就是从心中所有的这当然咱是无对事情，在咱当下这个时阵，咱的心在那个爆发时，真正咱的心就是什么？咱的心当下真正就是。那么这在情况是咱本地化的一个开发，那么咱这个本来咱化的开发的主线，一旦保持，咱对给咱不断在发现不断的做推进。所以我讲义这个理论是所以咱在理讲，咱不一样，都老爹都会做不一样。咱了解咱这个语言的思想时阵，咱的方言会使，所以是这个对我们这个是个对咱大家是个是大家，以前的时代，咱讲言在我心咱听着，所以咱的心的事情是互相的，所以咱方言来上，这个语言是会使，有些个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意义是主的，你不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面，只要你心不跟一样，这个意义就是这样没有。所以我们意义就会，这里是有意义的。但是说来讲，意义完了跟中国反心结构，反应对。所以咱的心继续同样，我到这里不容易，再开30多年，咱的心啊，我们继续同样，保持这个平常的心态，我到也好，你的意思平常，当然现在的方式不一样吧，一样，当然是非常不变，但是咱现在工作之后，也无所谓，咱的心应该在意，你过去你不要什么意思？咱中国属于港务之后的就是大师的理想，各位大家他理解这个理想的东西，因为港务你怕你也是世界第一，但是理想在国疫情的情况下，对当前一方面，各位姐妹们看，如今这样的理想一方面，这个是你说的，你想说是。所以呢，咱是讲心甲平常的时阵，咱的心咱做了家己出来，咱家己本身咱出来，后面彼此咱的心有意识的变化。所以呢，我应该给咱讲，这个反省在哪里？反省不能是反省，这个咱是以参考为主，那么反省对不对？心情正好些。咱的心内情，三点东西，心内情不是四样情，咱的心内情是多样情，咱的心内情两样情，拢都变，所以变是对方是人，所以是一来说是感悟，所以再讲在人来让在世来让世，一旦你有以前社会感悟来做来修行的，这叫做有义之法。但是这个大家的考验跟共同不一样，虽然在这过程是这样的，但是咱以理性层面来讲，现实当中来听，这是咱第一个小关键。但是咱听完了，咱对他是心中有爱海南方，一切都能够咱业务时业务是他的理性，咱的心里来发挥感悟来的方。那么，他说那是时间量，其实是那个水，咱的心啊，水是咱的那个说这个地方是这样的，所以咱讲在地在世是有地方，
属
所以呢，第三第四